好不好？别跑！2019春节到，演个节目闹一闹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都别笑，敲敲铜锣打打鼓，理理秀发秀秀骨，清清嗓子练练声。今天说个3句半，说的不好不吃饭，我们都是头一回。见外，国际学校人才多，重视各科不放过，上层精神不集中。听不清。记得刚上幼儿园，又哭又闹泪连连，上课精神不集中。麻烦。老师教我明道理，从此之后懂规矩。妈妈哄来老师劝，麻烦。眨眼已是小学生，东南西北分得清。不信问问爸和妈，夸一夸。下午放学回到家，先把作业找一找，英文、数学和中文。吃饭。转眼就要上初中，班饭分数还不行，能力品德要跟上，别糊弄。课外生活真丰富，刷卡出奇招，大家一起包饺子。倍儿美。学习思考加锻炼，刻苦努力是关键，滴水穿石下功夫，总会成。预祝大家都平安，大吉大利无灾难，遵守交规做模范，没罚款。俺们几个话题歌，大家不要嫌啰嗦，希